播出嘅咧就係李鵬剛才嘅一番講話。而家呢位就係講話嘅咧就係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咁咧相信咧佢係呼籲學生咧係要放棄絕食㗎。咁我哋喺度咧就聽中央台嘅廣播，不過咧睇嚟咧佢哋都目無表情。有啲人同我哋講話，李鵬將今次嘅事件再次定做動亂咧，係好唔得到民心㗎。至於喺廣場中間嘅絕食同學咧，就繼續堅持話要絕食落去。剛剛咧高校聯會咧就喺呢個英雄紀念碑嘅各個廣播度話咧，要求啊所有喺地鐵站嘅糾察隊同埋所有嘅星回同學要做好準備，以防萬一。而家咧冇人知道軍隊咧會唔會咧係駛入廣場呢一度嚟到驅散同埋鎮壓啲學生㗎。不過絕食同學咧就不斷喺度廣播，佢哋咧係主要嚟自咧絕食團嗰個指揮部㗎，就叫啲同學千祈唔好亂，要保持冷靜。我訪問過啲同學，佢哋都話冇辦法接受李鵬嘅講話。佢話學生唔可能喺而家就無條件復課。剛才播出嘅會議呢，中國幾位重要嘅黨政軍領導人呢都有出席㗎。不過較早前對學生運動表示理解同埋支持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呢係並冇出席㗎。咁而今日盛傳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呢已經係提出請辭，不過呢一點呢一直係未得到證實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國務院總理李鵬1989年5月20日，在戒嚴期間，對記者採訪特作如下規定：一、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報道；二、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像等活動。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北京市市長陳希同1989年5月20日。當太陽喺北京再次升起，表示喺天安門廣場嘅學生已經度過咗緊張嘅一夜，佢哋都顯得有啲攰。喺聽到李鵬同楊尚昆講話之後，離聲園嘅人，包括咗學生同埋工人，係陸續抵達廣場，佢哋都高叫口號，支持學生嘅行動，並且強調要保護學生免受鎮壓。由晚上到黎明，天安門廣場都瀰漫住緊張嘅氣氛。軍隊會開入北京市鎮壓學生嘅消息已經廣為流傳，學生都表現得好激昂。呢啲糾察呢，就更加提起精神，圍起重重人牆，誓言要保護絕食嘅學生。而北京師範學院喺聽到傳聞話趙紫陽辭咗職之後，3000個學生立即趕去廣場，將裝咗北師大絕食學生嘅巴士重重圍住。另外，學生係繼續參與絕食，使到絕食行動進入第8日。其實，絕食靜坐團指揮部喺尋晚香港時間8點幾決定停止絕食運動，學生係要恢復進食。部分絕食嘅學生呢，亦都聽從指揮部嘅決定，開始進食粥同埋麵包。只係仲有學生仍然堅持要絕食，誓言絕不罷休。絕食靜坐團呢，於是係再次召開緊急會議。
當廣場嘅喇叭開始播出李鵬同楊尚昆講話嘅時候，全場係鴉雀無聲。不過當學生聽清楚講話內容之後，學生都情緒好激漲，喝倒彩聲，叫李鵬下台嘅口號此起彼落。在場嘅人都一齊高唱國際歌。而絕食靜坐團亦都宣布，全廣場20萬學生立即絕食。現在我們以悲壯的心情莊嚴宣布，天安門廣場20萬大學生宣布立即絕食。我們天安門廣場20萬大學生宣布立即全部絕食。使到原本學生絕食事件有機會會告一段落，發展成為進一步惡化。呢一批200幾架軍車係今朝6點幾俾學生截到嘅，而家就分成2排排喺馬路。亦都係北京學生截停嘅最大一批。呢度係喺豐台鎮通去盧溝橋嘅途中，距離北京市中心只有15公里。我哋喺拍攝呢批軍人嘅時候，並冇發現佢哋有帶武器，有啲學生瞓喺軍車嘅車頭。我哋所見，軍人同學生並冇發生衝突。學生不斷向軍人朗誦宣傳資料，解釋學生絕食唔係動亂，希望軍人站喺佢哋一邊。